普济殿庙城旁有栋1950年的老建筑，一直沉睡在角落。前身是仁安医院，经过普济文史研究协会接手修缮，现在变成融合文化艺术与社区参与的重要基地。以前是医疗，那我们觉得现在医疗，因为医疗设备已经很发达了，那因为它这里就慢慢被沉睡，都没落下来。那我们希望把它转化，用艺术的力量，要变成是医疗馆。然后我们用文化艺术把这个空间把它活化起来。1楼空间保留医院的挂号间、看诊间格局，整体空间能依需求规划展览或讲座。2楼有民宿空间，目前规划为艺术家计划场域。从阳台看出去，还能看到普济灯会限定美景。然后在这个整个空间里面呢，布置得非常雅致啊，然后有过去老屋历史的一个呈现。修复过程的一个表示哈，还有我们整个艺术方面的一个置入，那这个是我们在历史街区里面啊一直在支持老屋活化，朝向一个艺术据点啊最好的一个成果，让市民可以看到，台南400行经了之后，到了府城300，能够有更活化，而且更有这个历史底蕴的一个府城的一个城区的一个样态。现场同步推出88医疗所老屋修复纪录展，透过照片、文字与影片，呈现这座100年历史建筑的修复过程与文化价值。同时还有8方印象摄影作品展，借由摄影师的多元创作，展现光影艺术与疗愈的意涵。记者盛怀谈的报道。